要提醒乡亲，对今仔日开始小连续有2阵方面会到位。气象署就提醒讲，规个西半部、东北部拢爱注意短时间内的强降雨，雨水有可能会搁凶搁猛。有专家嘛提醒讲，上好是即马先甲水沟啊清清咧，因为刷落来这10天的天气拢真无稳定。大台北午后天气翕乱，拜日开始高温的小可下降，转做侪云到落雨的无稳定天气。气象署提醒，未来一礼拜有2波方面接近，拜日到拜三是头一波，较侪所在落雨，尤其是西半部甲东北部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。拜四另外一波方面煞咧到，一直到拜六，各地口有短时间落大水雨情形。预估的一个雨量的累积上，其实会有在西半部地区可能都会有到局部的大雨的情形哦，也就是在雨量上都有机会超过像是80毫米到100毫米左右的一个雨量。那由于因为短延时的强降雨，可能有机会带来一些积淹水的现象。气象专家指出，欧洲模式预估未来一礼拜落雨集中在台湾西半部，真久无看到连续雨势遮明显。美国模式预测累积雨量无亲像欧洲模式遮多，不过也显示会有连续落雨。一直到下礼拜1，方面也伫台湾附近，雷雨包刷入的时间无确定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这波封面它的特色就是说，这个雷雨包它是在整个西半部到北部那边打游击长出来的，从海上长出来，然后一路到陆地，没办法说提前说1-2天就知道说哪里会下大雨，所以这边的话就要提醒民众，就是说可能还是要随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。那连续2波的方面是不是对水情有帮助？气象署分析，方面带来短时间落大水雨情形真明显，不过雨区无确定。整体来讲，爱对水情有帮助，也是要等到5月起，落黄霜雨的季节，连续一直落雨才可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